在国民党访问团到中国了后，中国文理部昨日宣布要开放福建的民众去马祖旅游。各台办嘛呼吁台湾开放5条海上客运直航，各30个航点。交通部长王国材今仔是表示讲，伊乐观看待中国的诚意，也毋过开放的范围详细咯。部长是强调讲，伫疫情进前，中国是有47个都市的民众会当来台湾自由行。若是两岸的观光无全面来开放，敢若咱单方面开放航线，嘛无啥路用。两岸观光敢有机会开放咧？中国文旅部特别表示，爱先开放福建居民沿到马祖旅游。交通部长王国材今日回应指出，乐观看到中方释出诚意。所谓对等，就是用疫情前的这个水准嘛，哈，这是团客全面开放，自由行47个城市，所以我觉得他是虽然有善意，但是这个幅度太小了一点。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，过去小神通一年有30万进出，有9成拢伫金门，也是希望中国能开放47个都市，能到台湾自由行。这才是疫情进前两岸的交通观光水准，才符合对等开放的关键。中国交通部指出，希望台湾赶紧开放两岸5条海上客运直航。另外，中国民航局也具体提出开放天津、西安总共30个航点。王国材表示，两岸观光无全面开放，各开放各较侪航线也只是航机。福建跟马祖其实对于整体的观光来讲，当然有一点点帮助。路团包括团客跟自由行。可以到台湾来，觉得对方的善意，双方政府应该要好好的把两岸的关系再建立起来。在野的国民党做了很多，民进党回来动动嘴巴就可以否定一切的努力。我们要问，现在执政的是谁？有关观光产业上5万的6月是不是有希望解除禁团令？王国材是讲。因为中国只开放福建省，不是全面开放，目前还佫需要跨部会决定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